咱感谢主会再去美丽岸诗班唱这条歌咱听这个旋律甲这个话语，你感觉是查甫写还是查某写？应该是女性写的对无？吼，哇，真水哦！伊讲咱是上帝的掌上明珠，总是迄个会当到掌上明珠迄个过程就爱有专业的，佮会当定味足深的，去找到迄个贝壳对无？吼，较甲伊刻起来，较甲将贝壳拍开，然后遐用清气经过这个专业的处理了，较会当将这个明珠显明出来。这个过程嘛是在形容咱的一个过程，咱等待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吧？好，然后咱已经成做伊的救赎的百姓，伊甲咱看做是伊掌上的明珠，所以我感觉这条诗歌真水，迄个写歌的动机真水，嘛知影这已经是女性写的诗歌吼，敢是？是吼，哇！你看这吼。会当去体会到真水的一条歌，感谢主！咱每一个人的境遇，拢有上帝美妙的带领，咱是深信的这件代志。今仔日毋是我要讲道我只是因人言而语今仔日咱有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所谓重量就是德高望重的重啦，对无咱真欢喜于德荣弟兄信主来到。伫咱教会信主洗礼到伫现在伊的生命有一个真水的见证透过今仔日会早起，要甲咱大家来分享咱因为伊是93岁哦，所以咱听伊讲话速度甲即个行路的速度，拢有93岁的气派，所以咱会当来用一个清心清的耳孔来听伊伊的生命的见证。我相信会互咱得到真济的利益，咱先甲荣耀归互咱的上帝，好无？来，哈利路亚！好咱要来请伊来分享伊即个经历当然伊有真用心哦，伊真用心。伊讲牧师我一定会逐字写起来，我搁伫厝会读过哦，几分钟我拢会甲你讲安尼吼。伊有甲我讲，伊大概爱几分钟安尼好，咱就将这个时间来交互咱所敬听的于德荣我们的同工哦，伊是咱的同工哦，阿门来，夏牧师牧师娘，朱牧师潘牧师各位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呢，我梦主的这个恩典以感恩的心要来做见证先感谢朱牧师对我用心来安排，互我有这个机会甲各位这兄弟姊妹来分享神伫我身上的这个奇妙的这个作为，深感影响。所以我今仔日的心情会将非常的这个愉快为要方便各位兄弟姊妹，要听我见证会较明了。我今仔日这个见证，我就分作5段来甲各位分享头一条呢，就是甲大家分享我做主的这个，我信主的这个过程，甲上帝互我的这个祝福这是头一条我是86岁的时阵在受洗呢，是2002年6月13虽然时间确实有较慢啦，但是比一生拢毋捌主的人来比呢，来讲我已经是最大的这个福气回想当初来这永光教会
这情形，真的是一个真奇妙的这经历啊！当时呢，我查某囝已经甲我传福音，已经有几啊年，但是呢，要来去教会啊，因我的这后生非常的这个反对但是查某囝伊无放弃基督，神依然用伊的这个方法把阮带来这个教会啊。有一天呢，是我家后的这朋友的查某囝打电话互伊讲因的妈妈破病佮幻想讲一直讲有遮好要来教。而且一直去念我查某人的这个名字我家后听到这个是讲这一定爱来去甲基督才有效所以到到其实甲是拜三啦，日子我袂记拜三我就约这个查某囝到阵去参访到伊这徛家才知影讲伊住是咱这本大楼的这8楼，3楼呢竟然是阳光基督教会。查某囝想讲，这个所在呢，应该有用台语来讲台是上帝为阮两个老大人预备的这个教会但是当时因为后生的这个反对，阮也不便来教会。到甲伊徛这个徛家阮就牵伊的手为家后这个朋友来甲基督到拜五呢，我家后打电话佮甲伊问，甲伊我若是要三款伊这真欢喜，伊讲你教这基督实在有效我的家后去才接受平时是伊人为伊基督这次既然是伊为人基督佫有效心中非常的这个感动真拄好迄个礼拜，我后生都出国查某囝就利用这机会就甲阮两个老的出来义工教会，想要到呢这样呢就踏入这咱这个教会一直参加聚会到啥当时是2010年1年后呢，阮两个老大人呢就先后来受洗归主这故事呢，会使讲真长变伊无办法讲甲真详细。若想要爱佫较明白神的这奇妙的这个作为阮甲我查某囝拢愿意为做见证感谢主。阮会来这个永光教会呢，确实是上帝的带领呢，可见咱永光教会是神所喜爱的有神同在的这个教会。我记第一次呢，踏入这个永光教会呢，就感受到一种的这个平安甲喜乐，而且气氛兄弟姊妹呢，热情的这个环境，整个教会就亲像一个大家庭，留互我真深的这个印象。无偌久上帝就安排李长老
甲阮这两个老大人带去这上林牧区兄弟姊妹的这关怀互我的这心更加有这个归属感时间已经过嘛真紧吼，我来教会就这10年除了感受主的这疼心也有牧者的这疼惜，兄弟姊妹的这个关怀这一切不止吸引着我，也互我的这心得到极大的这满足。会当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我一生最大的这个祝福。我是在这所在要向上帝献上满心的这个感恩。我今仔日有这个信心在这个所在，是主要为主来做见证，是因为我的生命呢，真实的这个经历上帝的恩典满满甲我同在。想起我要来受洗迄一日我的个大姊今年已经98岁吼，迄日迄句是91岁。小妹弟夫卫生里陈五陈友老总有10外个来为我祝福安尼，互我内心会使讲非常的这个感动，也感恩，因为当时呢，确实我有担心讲我的家族的人无法谅解我来改变信仰，所以亲人的这个祝福对我来讲意义会使讲重大的，互我放下心中的所有的这个挂虑。我知影这是上帝对我的这个怜悯甲疼惜，也证明一切拢是在主伫这掌权而且上帝无看轻如我，这老大人，也互我有这个机会来成为小组的这个守望者呢，来服侍神。服侍中呢，我感觉我的这生命呢，更加丰盛也更加喜乐。上帝也祝福我的这个家庭信主以后呢，我感觉我的以后的这个感情比过去更较甜蜜了。我今日的影响来看在这张是我50周年结婚50周年纪念照22年前就对了我是少年了这张是70周年70周年是中常会颁奖的时候，你话过去无咱即食老早有咱好我呢真感谢主互我找到一个这么贤惠的这个家后，伊呢真心来孝顺我的这个母亲93岁，用爱心来照顾我4个仔儿女将来成人，如今呢拢成家立业，家庭美满。最重要的是伊到即马还佫陪伴伫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受主来这个亲密的加这个喜乐我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满足。今仔日呢，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向
你声讲声多谢。老诶，感谢伊一生诶跟对我、照顾我、扶持我，我会一生甲你惜命命。未来的道路咱犹然爱牵手家些主斗阵来行，每样呢，拢会牵着伊的手，同心为永光教会的这牧者，甲所有的咱的兄弟姊妹，甲我家内大大小小祈祷安尼。祈祷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这宽平，甲这稳定。我伫这祈祷中呢，不断经历上帝确实是过真过活的神。我为伊所成就的一切献上感恩，感谢主。第二段呢？就是讲明白上帝的这真理，明白上帝了后呢，我才慢慢了解咱人有灵有魂有体人的这尊贵，是因为人有灵，这是人甲万物无共款的所在。有灵呢，才通甲神沟通，所以人。我就毋是讲干靠食面还要爱这靠神口中的这话语并且爱常常甲神的灵亲近咱的这生命呢，才会这样得到神正的这把助。咱的灵呢，也才会通掌管。咱的这个魂甲体，享受神互咱的这真正的这平安甲喜乐。除了地面上的这福气，上帝也把这永生来赏赐互伊的这个家己所以咱已经得到。上好的这福气福分，咱爱靠主常常来喜乐，不断来祈祷，凡事感恩。明白主，互我的这人生观，甲这个价值观完全改变。我不止回想，将心中的这个重担高兴，也不断。伫这学习、忍耐、包容、了解的这功课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上帝请受我，我嘛有迄个困难来请受别人。愈付出，生命就愈丰盛。这是我为基督基督徒以后才明白的这真理。当然我所明白的真理也是真济我只有每日更较奋斗圣经，让主的这个真理充满伫我的这个心中，我就会看见我人生的这意义甲必然。第三段为主来传福音。传福音呢，是基督徒的这个使命。会记牧师也有甲咱讲爱随时准备好家己的这个见证，抓到机会为主来传福音。所以呢，我常常利用一寡机会亲像我顶日教授会生日的时我嘛有邀请这福音朋友来永光教会
就我的这个见证，听我的见证，希望伊呢有机会来入捌主啊。我嘛真勇敢，其实我的这个大家族在家人办这个喜宴的时阵，我嘛有向因传福音，真感动我的这个家族迄时也为我来唱歌，唱诗啦，也互我祝福满满。到现在，我也是感觉就真正感动安尼。平常呢，我也利用甲这老朋友聚餐的时我一定先带因做感恩的这个祈祷，大家分享我信主了后的生命的这个改变。亲像我现在过着自由自在的这生活，无紧无气的，也简单来讲一句，来讲一寡一般人听有的这真理，亲像咱本是上帝所创造，信主是人造归宗，毋是陪祖，因为人是神创造，所以人有困难就会想要随神。民间的这个信仰呢，嘛有讲需要，的时走去随神。亲像咱电视台来看，最近为了选举安尼庙，安尼大家要人，有庙行到无庙的，要若愿望实现，就去行愿，要有行分了这愿了后呢，甲神的关系伊就终止了，毋要搁去毋要搁再行，搁庙先过嘛无要入去这是第一项的人甲神的关系。但是咱基督的信仰，咱甲神的关系是永久无法度确定的这理想关系。生命的这连接，咱就行入这个时阵，何等的这宝贵啊！因为是正是所以基督徒有上帝的画命伫因的这内面，所以信主了后呢，一定会经历生命的这个改变，活出更较丰盛的这个人生啊！这是基督信仰甲其他的信仰无共款的这个所在。也有我也是爱这个分享，讲这个喜乐，甲这个快乐的这个无共的所在。快乐可能是一个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譬如讲中奖无讲升官啦，无加薪就来旅游大部分拢是物质上的这享受啊。第一点也是第一点性的，因为快乐真容易受这环境的这个影响，环境若影响若改变，快乐就消失了。但喜乐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决定，是超越环境的这个限制，是无人会通甲咱夺走的这个欢喜啊！就亲像咱基督徒因为明白人生中会所发生的每一个这个事物拢有主伫做主掌权，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拢有主的这美意在其中，就是咱喜乐的这个秘诀。就亲像牧师嘛有甲咱讲，
讲若会当在逆境的即个缺乏之中，也会当享有喜乐的即个感恩的心嘛，这才是活出基督信仰的即个能力。所以，凡人中爱学习交托，知影一切拢是主你掌权，喜乐自然伊就会进入咱的心啊！感谢主啊！第四段是生命如何来叫做神呢？咱所信的这神啊，是会当用生命不断去经历一切神，愈经历愈咱的这个信心就愈会去人成长咱的这个咱的就会这样愈喜乐愈感恩，咱来成为神的这儿女。信主以后呢，我甲我的这个家后有不断的经历神伫阮生命中的这个带领，甲这个祝福的。接着真济今仔日呢无多一一来说明我就甲大家分享我最近的这个经历，因为阮的这个心灵已经是属于主了，但是阮的这肉体呢，也活伫这个世间。这个年月来，这2年月来啦，因为阮的年岁也有较济吼，我甲我的家后在这生命中，拢经历肉体的这个软弱，大病小病拢有特别就是讲这两骨的这动了手术我的家后手术后虽然有较好，有较改善淡薄，但每暗也是无法度倒去困我起初呢，是用迫切的这祈祷，求主完全来医治，但改善有限，每暗的这祈祷并无为我带来比赛中的这效果。我虽然也有信心软弱的时阵，但也是不断的祈祷。后来呢，我的嫂囝甲我分享耶稣有互咱一个最美最水的这个祈祷的这个典范就是伊呢要行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之前伊有向天父来祈祷伊讲我的爸若会使呢，你就把这个杯甲离开我呢，总是无会通我的这照我的这个意思只要是照你的意思后来呢我就改变我的这个祈祷，我搁甲天父讲知影也相信你是最疼惜阮的这个天父，阮一生呢是要来挖苦你呢相信主是在阮的身上一定有真水的这个安排甲旨意求主的这旨意会当成就我继续甲主保持亲密的这个沟通无偌久呢，这新事就发生我的家后呢，竟然会当倒去困阮两个老大人亲自经历主的这疼惜，甲主掌权的这平安，这是何等的奇妙！因为这经验呢，我特别
有体会到这主吼爱我一生学习，而且顺服甲功夫。因为顺服就会蒙福，感谢主。第五段是感恩的结语。分享我一生的主的恩典，我讲袂了。阮对主的这道路有欢喜，嘛有目屎，有软弱，嘛有感动。无论什么事物呢，我心中拢有永远的这平安，因为主甲我同在。我真爱圣经的一句话，主讲伊的恩典有够我用。我的软弱中呢，伊完全显明伊的这个能力来保护我。我深深的知影，我伫这世上呢有困难，但我伫主内面有平安，因为我所信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亲爱的这兄弟姊妹啊，咱已经得到永生的这福气。伫这个有限的这世间啊，无论咱受到什么款的这艰难，在永世日月内面，拢有短暂的咱是拢有短暂的，咱的主要靠主就会常常喜乐，常常感恩的这个心啊，用神所修饰的这个。眼光来看咱的这一生，艰难中活出上帝的这个活命。互主会通因为咱来得到荣耀，这也是我一生想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呢。甲大家做伙来勉励。当然呢，我心中也有一个真大的这个愿望啊。这愿望呢，就是我的这子孙甲亲属也会当甲我甲我的这个家后来，我来早一日来入捌主呢，请为上帝的这个家人甲我同款，会通经历主内面的这个丰盛，得到。上天的这个福气，永远的这个活命。我虽然毋知讲我在生活会阁活偌久毋知有今仔日，毋知有明仔载无所以我也真爱讲是毋是这样看到这个真水的这个情景呢？但是我相信我的祈祷呢，上帝已经有请到了主有永远。讲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主的旨意呢一定会成就。感谢主。最后我要祈求上帝将耶和华奇妙的这恩典甲满满的这祝福，赏赐予在座的这各位甲恁的这个家人的身上。恁的家庭。也必定伫主内面蒙福蒙恩感谢主，多谢各位。哇！弟兄兄，我要请问你一个，安尼你陪伴者差不多陪伴偌久的时间？好一个礼拜。一礼拜哇，真好12点，写改书，搁参搁改。安尼感谢主，感谢主，对，嘿。咱可能较毋知影德龙兄伊的经历啦，德龙你经历你来介绍一下你的经历。有。经历
你有摕迄个资料啊，哈？迄个资料，对对对。你会用你的印象来啊。咱的德龙兄伊是伫矿务局。煤矿。哦，毋是矿务局。我是这1927年吼，出生是这家人啊，今年都93岁。啊，我47岁迄一年搬来永和，对差不多要到50年啊。所以讲，永和嘛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我因为我14岁时阵咧，我的先父在过世，迄句我在国学6年级，无采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1名。哦，全校第1名毕业。但是不幸无法度通顺利来升学。我就去这当时咱家人最大的这公司家人煤矿公司，这是日本时代日产的三井的些系统伫遐甲服务啊。然后主管呢，伊讲这个囡仔大家无啥前途你讲你爱过求学我求学我就阮个厝的是我是店主无趁淡无对甲伊斗下手也袂使，要无要紧咱这家人有一间家人相港专科学校，这是甲夜间部的，会使当时是家人最悬的学府。伊讲我都无读初中咧，这个初中才使考啊。要无要紧，你自修，你若有能力嘛是会使考的。自学，迄阵都有自学是吧？自修幼年我来买册尤其是数学跟英文这若要读初中数学、英文一使入无去，你对人袂着。我这两部分我就特别加强加在有时咧就保佑稍微考掉的，考掉就爱读3年，所以我以半工半读的这名下来完成我的学业个。然后公司呢，我就要认同，请落个收起来做正式的职员。无偌久就光复啊！光复这我公司是属于日产日产的就来中国政府就来接管我就随这公司移交这个新的这个港口公司啦迄个是政府的公司一直到这个69岁才去退休一共在这煤矿界服务了54年会使讲为些基站的这技术者尾升到主办的工程师矿长、矿务经理另外呢，我虽然退休呢，但是我还佫有参加有关矿业组织的这一寡这组织，我还佫有技术的身份来这个参与我还是较到在学到这矿务所以民国702年我得到中华大学中华民国这矿业发展会的这服务矿业的服务奖也佫收得金质的这奖项这是全国的奖服务奖，这是我无上的这荣幸那么在这个时间讲我是台湾矿业国宝级的人物。哇，国宝级余德龙兄，矿物总是这种是神的保佑感谢主54年这创矿的这个经历唔是遐简单唔是遐简单。尤其是迄段间我嘛有去这个韩国日本去考察但是因遐条件甲咱拢无相共，因一讲笑以下就拢无爱断层，咱30公分、40公分就真欢喜个。所以咱的这采掘的方法拢甲日本无法度通应用，所以我就研究
训练咱的采矿的技术，啊，如果配合政府这合理化的这经验来推行，当时这煤矿，对这台湾经济发展确实有淡薄贡献。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一个问题吼，无需来解释。你看阮的秀梅这安尼两个这样甜蜜吼，你拄仔搁甲伊，迄个拄仔你毋是搁咧甲伊讲，你一世人要继续疼惜伊。这拄仔结婚的人吼，会讲这敢若较容易只。你已经到即个年岁啊，搁会当讲即款对妇人人讲即款的话，我感觉迄是出伫伊心内真正，伊毋茫甲妇人人会当继续搁行20年、30年，对无？呀，那我听讲你看秀梅这恁熟悉规偌久的时间？讲阮两个罗安青梅讲袂了啊，对嘛2点钟嘛讲袂了，讲袂了，讲袂了。所以你是熟悉伊偌久才简单来讲吼，细汉时啊，3、4岁时阮就斗阵啦。哦，3、4岁就恋爱咯？无恋爱啦，变办公会啊。办公会啊。伊做住2楼，我住3楼。用2楼我3楼，共去撞啊！刚才日本时啊，3楼是算上悬啦，未读册时啊，阮小弟就甲伊订结婚，阮3个定嘛你遐算，3楼外大红飘啦，天珠啊，拢个算来。我较12岁时我就离开，因为大个所在，甲搬开啊，就迄阵起，阮就无联络。真拄好，伊15岁时啊。15岁。我18岁。你18岁。有一日，我伫这矿务部，要落来2楼总务部时啊，向向去看到伊个。伊看到我安尼，规面都红个，我真系字啊！我为什么来遮去学这拍字啊？迄句大家做见面，见面了后，就斗阵，迄句都已经战争啊，登记个所时阵，逐日做撒旦咧喊吼，暗时时家人看死啥共款，无人大啦，暗暝摸安尼，迄阵我甲13岁伊也说叫政府甲伊疏开去下岗，我也是记录这兵的单，日本兵的单，那记录迄张呢，一礼拜就来报道，就来去做兵，做兵，迄部队是为台北撤出来的以后，顺我30部队，真拄好，记录这了后3天啊，就过好。哇，佳哉！接着兵单3天讲复，为着要娶某。若无过4天，我就已经去就这咯，开始是迄2粒原子弹。原子弹。这底，若无迄2粒原子弹日本上少搁装迄1年，还袂到。哇！为了迄2粒原子弹，死几个10万。哇！结果日本想讲无法度啊。是。而且南洋这兵啊。散茫茫，海军拢灭，也无船，通来补给，也无清水，也无食面，一寡兵拢破病无人去食，尾拢走去山顶去哩，感谢无导航才袂煞呢，我也是为了安尼呢，才有法度，感谢这2岁，我就甲伊结婚了，伊当时才18岁。18岁，你21岁。我21岁。哇！才讲足甘心。3、4岁就甲你熟悉啊。伫厝诶是这我都毋捌说这人啊，来我遐，我阿姊走进有8、9个啊。所有诶这工课拢伊甲我小妹去做迄几查某人真可怜。有像即摆讲有雅术咯，什么这电锅咯，什么较早拢无啦，爱行头看，去大灶安尼，洗衫嘛是用安尼暖安尼暖，哇！是要洗8、9个人的衫，暗时头拢会在哭，我就甲安慰讲忍耐啦，总有一日咱会
出头天的。啊，是，有影出头天啊。但是4岁吼，我派出去现场，去现场时候，我住喺宿舍吼，日本时代矿长住嘅宿舍，足大间。矿长，矿长嘅宿舍。矿长住嘅宿舍。好大，迄句阮才抹出来，迄句才独入，是迄句了伊就开话，什么嘛免做啦。我若发现，有影出头天啊！内面要打什么惭愧，我若发现水人落来做便便，这4个这囝儿吼，嘛是去迄个所在3坑啦，咱即摆这普干车有一个3坑站，要加人去3站，迄个所在，矿工有100外好啊，哇！咱的德龙兄有真好的见证哦，原来这2念炸弹嘛会当救一个人的婚姻啊！哇，这是真奇妙，因为上帝伫伊的家庭内面。咱搁一摆用普话声来多谢咱的德龙兄，伊的见证带予咱真大的激励，嘛，予咱这个信仰会当一代传一代啊！上帝真疼惜咱吼，会当享受咱德龙兄用这个家庭伫咱的中间。感谢德龙兄来，德龙兄会当来请坐来。感谢主哈。